炳叔啊，我加入咗建築呢一行之後咧，先至發覺起一棟樓真係唔易噶。齋講砌地台瓦呢個工序咧，就已經唔簡單啦。係啊，不過我哋做得呢行咧，難極都會識做嘅，爭係爭在你做得夠唔夠好嘅啫。咁不如而家就等我呢個老行專阿炳叔嚟同大家講下點先至算係砌地台瓦嘅優質工序咧。嗱，國強，你都入咗行一段日子啦，應該學到唔少嘢噶啦。不如同我一齊講咧。好啊，冇問題。嗱，咁要做到優質嘅樓宇咧，就一定要由正確嘅基本工序開始嘅。咁其實瓦仔本身咧就係屬於一種耐用、容易打理又唔會燒得着，而且曬得多都唔易褪色嘅物料嚟嘅。用佢哋嚟鋪砌樓宇，唔單止可以保護地台面，仲可以有一定程度嘅防水功能添。淨係實用都唔夠噶噃，仲要靚至得噶。好似你買間屋咁，裝修得靚啲，都住得舒服啲啦。所以除咗要睇則師嘅設計之外咧，泥水師傅嘅手工咧都好重要噶噃。咁而鋪砌瓦仔用嘅材料咧，就包括各款瓦仔啦、白膠漿、泥油同埋包裝料。而且瓦仔就好似人一樣，天生我材就必有用，所以唔同嘅瓦仔就有唔同嘅用途噶。嗱，好似用喺外欄嘅地台瓦，俾車行嘅一般就用厚身啲嘅瓦仔，而行人或者休憩嘅地方就可以用薄身啲嘅瓦仔。而天面咧就可以用大階磚或者款式靚啲嘅瓦仔。不過靚還靚喎，喺選料方面咧，點都要配合翻則師喺設計上所定嘅防水同埋隔熱要求嘅。點止啊！喺鋪砌之前啊，仲要 check 清楚所有瓦仔，有啲損壞同埋裂痕都唔可以用嘅。唔係第日發覺先至更換咧，就好容易破壞其他嘅防水同埋隔熱物料噶啦。而室內嘅地台瓦通常就有瓷磚、光面磚、鋼磚、水磨石磚、瓦面磚同埋高溫磚嘅。則師咧就因應瓦仔嘅美觀性啦、耐用性同埋防滑性嚟選料嘅。至於鋪砌垃圾防牆身同埋食水缸內膽咧，就要用俗稱白瓦仔嘅光面磚啦。因為白色嘅嘢污糟咗咧，就特別顯眼嘅，咁樣可以確保食水嘅衛生啊嘛。而鋪垃圾房地台咧，就多數會用鋼磚，地腳線咧就用曲竹瓦，因為佢哋都係冇咁易藏污糟嘢嘅，而且又容易清潔，方便保養啊嘛。至於樓梯嘅梯級邊咯，一般都會用吸嘴瓦嘅，因為佢個瓦面坑紋係有防滑嘅作用。不過有時則師亦都會揀角瓦嚟用噶噃。除咗因為靚啲之外咧，呢種瓦仔都一樣有易潔同埋防滑嘅功能嘅。咁有料啊，就梗係要有工具先得啦。嗱，砌瓦仔嘅工具咧，就包括海綿啦、泥豆、灰瓷、坑瓷、膠灰瓷、灰牌、壓尺、平水尺、膠片、長鋁通、攪拌器、拉機、cut 機同埋倒尺嘅。咁材料同工具都搞掂晒啦，即係可以開始做嘢啦。咪咁心急住，喺施工之前仲有好多文件上嘅準備功夫要做噶嘛。係嘅，係嘅，係嘅。嗱，首先承建商喺開工之前就要應該盡快參考工程合約內容嘅一切相關文件，咁例如施工章程啦、泥水積啦、大樣圖同埋合約細則等等，以便揀選材料同埋策劃工序噶。同時啊，承建商仲要呈交各種有關資料咧，俾則師審批噶噃，包括咗呢個由生產商提供嘅瓦製資料啦、白膠漿資料同埋樣板噶。唔止噶，我哋人呢就成日都話人夾人緣啦，咁啲料都要睇下夾唔夾噶，所以仲要有白膠漿、瓦仔同埋各種打底材料嘅互相配合認同書，再加埋所有材料有關嘅測試報告同埋其他工程嘅參考資料，咁就差唔多啦。咁我就知啦，承建商喺得到則師對各種材料嘅批核之後咧，制定一份 proposed method statement 嘅，即係鋪砌地台瓦施工程序建議書啊嘛，啱唔啱啊？好嘢喎，炳叔。咁跟住再俾則師審批過之後咧，冇問題嘅話，
就可以根據泥水積同埋大樣圖嚟訂料啦。咁承建商訂料嗰陣時，除咗要準備基本用料數量之外，仲要額外預備足夠嘅材料數量嚟作日後損壞同埋交樓之後嘅保養之用㗎。我知，如果供應商要分幾次先至可以到晒所有瓦仔料嘅話咧，咁承建商同則師或者佢嘅代表咧，就要喺每批到嘅料度隨意剔選驗收嚟到做品質檢查啦。至於驗收嘅方法咧，首先就係將各種瓦仔抽樣平放喺一張4尺乘8尺嘅台面上，再按照則師批核嘅樣板檢查下瓦仔嘅顏色、厚薄、大細嘅差別，同埋瓦仔嘅彎曲度。嗱，仲要反轉啲瓦仔嚟再 check 一次，因為咁先至夠準確㗎。哇，炳叔，你咁細心，果然係老行專，真係要封你做我偶像啦！失禮。而且為咗進一步保持良好嘅品質，承建商仲一定要按照則師嘅指示，喺正式施工期最少4個星期之前，喺地盤揾個位嚟做一個至少有10平方米嘅大板，即係實地鋪砌樣板，等則師嚟睇下泥水師傅嘅手工同埋整體嘅配色效果有冇問題㗎。總之，如果準備功夫樣樣做到足，鋪砌工序自然優質就冇人捉。嗱，咁喺所有材料、文件同埋樣板都冇問題之後咧，咁就可以開始鋪砌瓦仔嘅工序啦。咁我知鋪地台咧就有2種嘅，一種咧就係半乾濕沙地台瓦，而另一種咧就係硬底地台瓦。冇錯啦，嗱，咁就講鋪砌半乾濕沙地台瓦先啦。咁喺開始砌瓦嘅前一日咧，就要先根據生產商同埋則師嘅指示，將啲瓦仔分類咁樣浸足水分，然後再拎翻上嚟擎水嘅。係啊，不過記得要擎到佢潤而不濕，咁先用得噶。而且擎水嗰陣時，仲要用膠紙將佢冚好，千祈唔好俾佢風乾至好啊。咁喺鋪砌之前呢，石屎地台就一定至少要有6星期嘅收身穩定期，然後先至可以做批底配套噶。咁又係啊！喺批底之前呢，首先就要 check 好多嘢嘅，好似地面一定要徹底清鏟乾淨，有需要嘅話呢，仲要用水清洗乾淨添。而四周平水墨線就要齊全正確，斜水指示要清晰，渠閘或者去水桶疏冷嘅安裝就一定要按平水嚟做妥，同埋配合埋地台斜水嘅要求先得嘅。至於去水閘呢，就唔可以高過指定嘅平水。唔係啊，就會影響地台斜水嘅設定斜度噶啦。仲有啊，記得要按照墨線嘅指示，拉好距離約2米中至中硬泥突。另外，追通瓦路嘅墨線或者起瓦線都要齊備先至好啊。咁到咗施工當日咧，工友就要先將地台面淋濕，掃清石屎面嘅泥頭垃圾，然後就將清水同埋英泥以1比1嘅比例撈成英泥水。然後均勻咁樣掃落地台面，即係好似燒嘢食搽蜜糖咁啊，都要搽得夠均勻，唔係啊就好易燒到一笪笪窿噶啦。跟住咧就將英泥同沙以1比4嘅比例溝埋，平均至少要翻沙2次，先至好加入適量嘅水嚟撈啊。嗱，記住撈沙一定要均勻，唔可以有生沙出現嘅。發水咧亦都要夠均勻，而且仲要徹底咁撈勻至得嘅。嗱，之後就可以鋪喺地台度，按泥突同埋斜水拍實扒平，千祈唔好將啲乾沙先扒開扒平，然後灑水嚟代替發水撈勻啊！咁鋪排300乘300 mm 以下嘅瓦仔咧，就可以沈粉淋水。識啲嘢喎！嗱，之後啲工友就可以按牆身瓦路起十字墨線，再用長壓尺對準派瓦墨線嚟做好瓦路分派預計。咁喺鋪派大面積地方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根據起瓦線開封路，將整個中橫瓦路標準化。而細面積嘅地方咧，好似廚房同埋浴室咁，就可以根據牆身嘅曲尺嚟鋪砌啦。咁喺鋪砌半乾濕沙地台瓦嗰陣時咧，就記得要係由外至內咁樣鋪，因為咁樣啊，先至唔會踩彎做啱嘅平水，同埋拍實咗嘅半乾濕沙噶。嗱，至於喺淋水鋪砌嗰陣時，記得要因住功夫個快慢嚟做啦。咁大約係每2至3行瓦就要淋水，而每鋪好1行瓦
就要用揼板嘅方式將瓦拍實，確保瓦仔黐實喺半乾濕沙上邊先得嘅。而瓦罅咧就可以用膠條或者十字架嚟控制同埋貫通瓦路嘅。咁鋪好完整瓦，然後再做界攝位啊。我仲知道咧，如果界攝瓦仔係1開2咧，就可以用拉機；如果瓦仔起噏開窿咧，就要用 cut 機啦。有時甚至用疏窿機。冇錯啦。嗱，地盤工序通常都會係鋪咗牆身瓦之後，先至鋪地台瓦嘅。而且即使喺設計上，亦都多數會追通瓦罅，所以基本上應該唔會有界攝嘅問題嘅。再喺門口位放好不鏽鋼分隔條或者係黃銅條，鋪埋界攝瓦仔，就要全面修執橫直瓦路。如果發現地台面稍有凹凸咧，就要執翻平正佢，然後抹乾淨瓦面，再修補翻裂咗同爛咗嘅瓦仔，咁先至得噶。搞掂好晒之後咧，就要灑上適量嘅水分，注意灑水發壓嘅水量咧就一定要足，做到行過都唔會沉先至得噶。咁跟住就可以用吻口料或者係1:3嘅英泥沙做掃口，不過沙質就一定要較幼，咁效果先至會好嘅。而且掃瓦縫嘅時候一定要掃得飽滿，咁樣佢個縫口先至會穩固噶。咁掃好之後咧，跟住就要將多餘嘅砂漿清理好，再用海綿嚟清潔瓦面噶。而呢啲瓦縫咧，一般會係3mm闊，最後就洗乾淨牆邊嘅英泥沙污漬，跟手再執好場地咧，咁就搞掂晒啦。不過做好咗都唔可以即刻踩同埋放嘢喺上邊嘅，一定要按照合約嘅指示，做足防護措施，咁樣先至唔會整爛啱啱鋪好嘅地台面噶。跟住落嚟咧，就輪到講硬底地台瓦啦。前配套咧就可以依照鋪砌半乾濕沙地台嘅準備功夫去做嘅。不過係鋪之前咧，就當然要 check 下事前嘅準備功夫有冇做妥先啦。嗱，例如橫直對曲墨線要齊備，大地台每隔1至2米咧都應該要有墨線嘅。而分析拼花圖案墨線咧，亦都要安排妥當至好啊。點止啊？仲要全面敲驗英泥沙打底係咪堅固，唔妥嘅地方就要即刻執翻好佢先。而斜水地台就要做好事前嘅測試，斜水流向一定要正確先得噶，唔係調轉嚟流喎，好似玩倒樹衝咁，啲血不停咁流向頭部，你話幾大鑊咧？至於批底咧，就至少要經過2星期嘅修身穩定期之後先至可以開始鋪地台瓦噶。咁喺鋪之前啊，地台就一定要預早1日淋水，到做嗰日清潔完就再灑一次水，咁先做得噶。首先咧，工友就梗係要撈泥油啦，佢主要就係用嚟將瓦仔黏結喺批盪面上面嘅。冇錯啦，一般嚟講，泥油即係英泥沙漿，份量應該係由1份英泥加1份幼沙，再落適量嘅水撈勻而成嘅。如果唔用幼沙嘅話，咁就要選用包裝料啦。仲有，由於泥油嘅備用時效有限，所以泥油嘅份量就應該根據鋪砌嘅面積嚟準備，過咗時效就唔可以用噶啦。千祈唔好貪方便，求其加啲水，溝翻起佢再用啊。咁如果想增強泥油嘅黏結力咧，就可以加入白膠漿。不過用唔用咧，就要視乎工程嘅需要而定啦。上泥油嗰陣時咧，千祈唔好揞住條墨尾，等陣愛嚟覆壇派瓦線用噶。跟住咯，就可以按照瓦件嘅尺寸，揀啲啱用嘅坑詞嚟到將泥油均勻咁樣分派同扒平噶，即係好似你搽麵包咁啊，冇理由用把菜刀嚟搽噶嘛。而且為咗令到鋪砌嘅效果可以更加好咧，呢啲泥油就一定要保持濕潤至得嘅，所以分派嘅份量就要按照個人嘅鋪砌速度而定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依照墨尾嚟拉線去分派瓦數。如果鋪砌細面積嘅地方咧，就一定要由最埋邊嘅位置向住門口方向鋪出嚟。而喺鋪嗰陣時，除咗要喺硬底上一層薄漿之外，瓦背亦都要刮滿漿底。千祈咧就咪中唔完一點紅，因為咁樣先確保黐得夠穩固同埋滿漿噶。仲有記得咧，要周不時 check 下頭尾嘅鋪砌效果，同埋用壓尺嚟到修正縫路啊。好啦，咁到最後咧，
就可以做界線或者碰邊位啦。咁鋪好之後，就要做足顯眼嘅圍欄同告示，唔好俾人踩壞啊！到第日過咗瓦仔嘅黏結穩固期之後，就可以做抿口工序啦。就同半乾濕沙地台瓦一樣做法。如果用抿口料嘅話，就要照生產商嘅指示㗎。最後咧就係要清潔瓦面，尤其係要清理好牆身四周收執好嘅邊角同埋門框腳泥屑，之後咧再執拾好個場地，咁就 OK 啦。咁整完啦，就梗係要 check 下有冇問題啦。咁半乾濕沙地台瓦同埋硬底地台瓦嘅驗收程序就相差無幾嘅啫，都一樣要喺安裝潔具之前 check 一次，同之後再 check 一次。例如啲瓦仔有冇因為安裝櫥櫃工序嗰陣時整爛啦，有冇破，瓦路對唔對，場地有冇清理妥當咁。同埋啊，仲要 check 下地台有冇足夠嘅科水，要唔藏水先得㗎。而方法咧就係做倒水試驗啦。至於點先至係合乎標準咧？咁啊易啦！如果啲水好似你銀包啲錢咁，喳聲就冇晒嘅，咁咪符合標準咯。唔使咁話我嘅丙叔，我意思即係話，只要工序做得四正，地台自然鋪得又靚又省鏡啦。咁至於新宿縫嘅位置呢，喺鋪砌嘅過程裏邊，就一定要根據則師嘅設計同埋指定嘅尺寸做妥。而喺某啲情況底下，瓦仔同埋批底本身都一樣要做新宿縫噶。我知，好似瓦仔收口位碰其他物料收口位咁啊，就要有新宿縫啦。就好似男女有別要保持距離咁，唔係好易俾人話非禮噶。咁你就正啲，不過咁都唔止噶。喺鋪砌大面積地方嘅時候，大約每10平方米，即係大約3至4.5米中至中距離嘅位置預留新宿縫。呢種新宿縫嘅闊度唔可以少過6 mm， 而且一定要深到石屎面，用嚟藏填塞物料同埋擠膠嘅。至於結構性新宿縫，就要根據則師嘅指示特別處理啦。而呢啲藏填塞物料通常就叫豬腸，就一定要根據翻承托同埋配合擠膠收口物料嚟揀料，再經則師批核之後咧，先至可以用噶。咁豬腸嘅直徑就一定要闊過新宿縫嘅闊度，而至於合規格嘅豬腸，就應該係你點樣撳佢，佢都會回復原狀嘅。嗱，就好似我個大肚腩咁，無論我點樣撳點樣縮啊都好啊，到最後都係彈翻出嚟一樣咯。大家記得千祈唔好貪方便，用其他物料嚟頂替啊！咁樣做出嚟就唔優質噶啦。咁喺擠膠收口之前呢，就一定要喺新宿縫兩邊黐好膠紙，咁樣擠完膠再拖靚膠口之後呢，都唔會整污糟啲瓦仔啊嘛。而收口膠咧，一定要配合得到新宿縫設計嘅伸縮程度，兼且要係抗水性，唔容易脫落，同埋要有抗清潔劑嘅功能先至得噶。仲要俾則師批准過先至可以用噶。最後啊，梗係要等收口膠夠晒護養期，先至可以踩得啦。冇錯啦！如果地盤入邊每一位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而家就等我哋嚟重溫一下地台瓦鋪砌施工程序嘅重點。必須確保所有派瓦花式及科水嘅脈線已經清晰齊備。石屎地台至少要有6個星期嘅收身穩定期，先至可以做批底配套。半乾濕沙材料需按正確比例混合，發水要均勻，唔可以有生沙嘅情況出現。半乾濕沙地台瓦必須由外至內方式鋪砌。硬底地台至少要有2個星期嘅收身穩定期。泥油需按正確比例混合及注意備用時效。鋪瓦前需確保硬底地台唔藏水，並且係由內至外方式鋪砌。瓦縫要整齊及一般為3 mm 闊。完成砌瓦工序之後，要有足夠保護措施及護養期。鋪砌大面積地方，約每10平方米嘅位置需預留新宿縫，而新宿縫至少要有6 mm 闊，
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齊心合力，上下一心，提升住屋嘅質素，為人為己，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